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立法院，昨是来举行着研究室的抽签，就是决定立委要用倒一间的办公室。啊，讲韩国瑜是抽到青岛二馆的3506的研究室，讲过去使用这间研究室的立委连任拢失败。媒体人黄阳明讲，这间就是委员拢正经去抽到的签王。啊，讲进前就是高嘉瑜用这间的办公室，但是咱高嘉瑜讲吼，这是一间真赞的办公室，伊嘛希望韩国瑜若接手这间办公室了后，会当甲伊所设计的粉红色的公主的风格留落来。这间粉色系的办公室呢，就是国民党准立委韩国瑜所抽中的研究室，也就是现任立委高嘉瑜的办公室。而这间办公室呢，其实也有一个立院的都市传说。环境看起来真舒适，高嘉瑜上深，甲办公室擦做是粉红色。不过即马这间办公室比往人大，涂骹拢是包装好势，纸箱化。媒体前黄阳明讲，韩国瑜抽到签王，佮讲若是无做议长，伊就继续待伫咧遐，安尼就真正甘心啊！捌大过立法有第7届民进党议天，含保第8届立法的周家安，佮有国民党第9届郭志芬，含这边争取北市第4选区所李干秀的高嘉瑜，拢无一个人是连任成功的。我觉得是独一无二，而且是万中选一，这个可以说是部长级的办公室，觉得很适合韩国瑜，就是未来。如果他真的要接手这间办公室的话，我希望他能够留下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整个风格。高嘉瑜希望韩国瑜会当好好对待伊精心设计公主风，不过面对风水问题，台北市长蒋万安安尼看待。除了相信风水更要了解民意如流水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不过，韩国瑜的出边嘛备受关注，就是伊伫咧备选挑战的时，该登北界民进党新科立委黄捷，嘛伫咧讲这是什么缘分？过去潘庆庆的对手，若变入院的同事，阁是出片，意外真做大家关注的焦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